大家好，今日咧想講下算命。咁算命咧，其實咧有啲咩方法嘅咧？咁其實主要咧，如果喺我角度嚟講咧，就有幾樣嘢嘅。第一樣嘢咧就係手相啦。手相裏邊咧大家可能每個人都會容易睇到嘅。我哋基本有3條線嘅。第一條線呢個感情線啦，第二條頭腦線，跟住就會有健康線啦。咁今日咧就想講下，可能大家都會好關注、好鍾意聽嘅手相裏邊，其實會唔會睇到有財富咧？咁喺邊個方面會睇到咧？咁就呢度喺手嗰個喺呢個小指裏邊下邊有啲線嘅。如果大家裏邊有嗰啲咁嘅線出咗嚟咧，咁就好恭喜大家啦。咁嗰個就財運線啦。咁另外一睇個手，如果可以嘅話咧，隻手咧厚少少，其實會好啲嘅。但又唔係叫大家食到好肥喎，因為咧喺呢個手大呢個位置裏邊咧，如果啲肉啊多少少或者有少少拱起嚟咧，咁對你嘅財運都係有幫助嘅。咁跟住咯喎，咁啊講第二樣咯喎，面相係啦，面相其實幾好玩嘅。點解咧？面相其實咧同手相相對啦。好多時咧都淨係啲客都會問我，手相好啲，面相好啲，八字好啲，紫微斗數好啲。咁當然啦，坊間最多人用一定係八字嘅。咁但係咁手相同面相有冇用咧？咁都有嘅，但可能睇啲嘢個範圍真係會收窄少少。例如好似面相裏邊，我哋會睇到譬如話呢啲咁嘅號碼，其實咩嚟咧都好重要嘅，係一個歲數啦。例如好唔好？譬如你而家係19歲，咁咪睇呢度咯喎。譬如你29歲，你會睇呢度咯喎，好唔好？咁其實面相幾好㗎，會睇到不同嘅年紀層會發生啲乜嘢。咁另外咧，仲有咧面相裏邊咧，其實咧就會有其實唔同嘅宮位啦。譬如話眼睛就會管呢個夫妻啦、感情啦，財運就會睇個鼻啦，好唔好？咁基本上其實啲人話成個鼻會點樣會好啲啊？大啲好啲，細啲好啲。其實咧，我覺得咧有2樣嘢比較重要嘅。一個係你其實好簡單，你睇一啲好出名嘅人個鼻係點樣啊？不外乎2樣嘅啫。一係就長啲個鼻，另外一個咧就係嗰個鼻會闊啲。咁個財運咧就會會好啲嘅。咁另外仲有咧就係話八字啦，好唔好啊？嗰啲金木水火土啦。另外我自己嚟講咧，當然就最中意就係嗰個紫微斗數啦。但係其實咧又因為好多人一般真係唔知乜嘢叫紫微斗數嘅，因為紫微斗數咧就係用一個年日時間，跟住排咗一張咁嘅盤出嚟。咁其實咧呢個命盤係唔會改變嘅啦，即係你出咗世之後，咁你就會呢個命盤就會出咗嚟。咁佢就紫微斗數點解會我覺得會比較容易啲掌握啲咧，同埋我中意，因為佢其實會真係睇到你，譬如你個命宮叫咩名啦、性格啦、樣貌啦、兄弟宮，跟住呢個夫妻宮、子女宮、財帛宮、身體啦、遷移交友、事業田宅、福德宮係代表內心世界或者呢個興趣啦，跟住父母。咁呢個紫微斗數係會睇到你個歲數嘅，譬如話呢個幾多歲去到幾多歲，係啦，跟住去幾多歲幾多歲，同埋每一年佢好似而家行緊幾多，而家係2026年，我咪行緊呢一度咯。26年，跟住27年、28年，咁呢度其實有幾個格仔，大家數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啱啱就係1年12個月嘅。咁有陣時啲客淨嚟睇1年嘅嘢，會睇到每一年嘅運程。有陣時啲客真係會仔細到，今個月好冇啲啊，下個月好啲啊，下個月好啲，真係會有啲顯示俾你睇咯。
咁我下一次咧就會再講多啲紫微斗數裏邊其實佢哋有啲咩星啦，其實每粒星代表咩意思啦，好唔好啊？係。